你那来面盘的，伢来面盘的，吼，多半咱看路边的面盘捡你的，我嘛呗。我来了哩，一般来了哈哩。哎，来我们手捡你的，到家都么继续哎，就嘛路，到哪边了背我们的背了来把片来，我当我搞的背了把片他们了，背了就把片喏。一般来的面盘哩。你们这着，这家的是那地路路牛，都么哎操呢，都这车路路、车路路、八路路呢，多来比来比较贵嘿。好啊，欧美龙家来了，后边哎呀嘞，标本标你有几？雷啥烂没？搞雷啥股票吧啦？年入年烂，年晚交那路标吧啦？啊，老毛，我几岁多么？雷啥背来的？后边哎呀乱来打工的，那车里也背啦的。我几岁多么是都么样拿来拿后边嘛厂里的带过。我几岁多么带来的？后边个哎呀那要个嘞，一路标了的来讲。咱们说地上没地，年太呢，带着龙阿拉家要。都个都这路路八路路呢，哦话哦，标了这些啥了，就长了没背是啦。啊，继续路路牛那个买它，面盘来摘你的，慢慢看也要加的要，多慢慢看也要加，那来面盘呢，伢来面盘呢，大面盘摘。哦，一般来的面盘没路回你看嘞。我一般拉的，面盘不一般拉的，我这员工的嘛。哦，咱们那到户了。别还没有那个表包，咱们那到户了，你是这个。别的谁来表吧？你的这个到户了。把来学培育的，不如接伢啦嘞。啊，没拿几岁，叫伢啦嘞。学培育啊，对了培表育，不如叫伢啦说没拿几岁叫伢啦嘞。该俺啦说没拿几岁我叫伢啦好，我到来哦，这头个东亚的，偷东西我过上呢，讲那么的，蛮么了，嗰边没摘路，没到湖讲啦。讲啦不，没拿几岁叫伢啦，对吗？您来娘家嘛，阿龙表现伢把谁些？您来吧，怎么ye？俺爷的那个家要你路的，米大叔3阿龙买里边比吧的，哦，米大叔我阿龙买3啦不喏，没看那路的那个的，也差嘛，多比阿龙路个米大叔没快进呢，快了路单呀，米大叔3呢嘛吧呗，哎着。伢别讲耶，皮亚萨里的嘞，有把路路呢嘞，皮亚萨里公路里的有把米把呢包嘞，米把呢皮亚底下单个米包嘞，别说嘛米把呢，米大叔的边比罗，面中嘞送米把是路，俺哋出到米哒，我打比来把嘞，啥子呀，先比全部比，后面说面嘛那眼都，面中边啦那嘛子，米大叔是路你那嘛是路，俺哋边呢米打不比把的得米喏。俺别多别阿比的把你拉到你的面的嘛里呀，俺说你为了你面的搞老背来用的，你摸他的面阿提了阿妈拉了么的，包人的搞老背用的，你老板炸药嘛来，五几岁了面来洗比了，拍烂撇进萝卜卤的，面不用那么讨厌了阿比边背来比，面不要先杀他。加啦，出哪耶？你别把现在他了。